大家好，多謝大家使用 J.I. Handcraft 即家手作傾力製作嘅歐織圖編輯工具 J.I. Stitch。喺我哋開始介紹之前，想戴翻個頭盔先。大家見到我而家係用緊手機界面去做示範，但係都強烈建議大家畫圖嘅時候用翻電腦嘅，始終用 mouse 去操作，點都會精細過用手指。而手機版可以用嚟出街、臨時睇圖或者做啲小修改都係合適嘅。好，我哋開始介紹 J.I. Stitch 嘅使用方法。大家而家見到 J.I. Stitch 嘅界面咧，分為3個部分，分別係上面嘅工具欄啦、中間嘅畫布區域啦，同埋下面嘅針法符號欄。咁其實用法都好簡單嘅，就係將你想用嘅針法符號拖出嚟，然後你會見到選擇每個符號嘅時候咧，四邊會出現咗虛線框同埋幾個點點，我哋叫呢啲點點做符號控制點。4個角嘅控制點係用嚟放大縮細啦，右邊嘅控制點係用嚟拉伸或者壓縮嘅，而最頂嘅控制點係用嚟旋轉嘅。最基本嘅符號操作方法就係咁樣。至於畫布嘅移動同埋放大縮細啦，同你平時用電話嘅方法係基本上一樣嘅。要移動畫布嘅時候咧，就係2隻手指同時移動，咁就可以移動畫布去睇幅圖嘅其他部分。而放大縮細咧，都係用2隻手指擘大同收窄，就係咁樣啦。而電腦版咧，移動畫布就係撳實 mouse 中間個碌碌，放大縮細就係碌中間個碌碌。選取工具分為黑色箭嘴同白色箭嘴嘅，而黑色箭嘴就係我哋最基本嘅工具狀態。正常嚟講，當你用完其他工具之後啦，系統都會自動跳翻去黑色箭嘴狀態。喺符號上面撳一撳，就係選取一個符號。如果想多選呢，就係喺空白地方撳實，然後拖動手指，就可以同時選取多個符號。仲有一個 Y-Click 機操作。喺手機版度就係長撳某個符號，就會出現一個 Y-Click 選單。至於白色箭嘴咧，我哋稍後再講。我嘅畫一幅歐織圖啦，少不免要畫啲線條啊、幾何圖形啊，或者打啲字嘅，咁就需要用到呢幾個工具。線條工具啦，顧名思義，你可以用佢嚟畫一啲線條嘅。當中可以揀實線或者虛線啦，又或者除咗直線之外啦，你亦都可以揀畫弧線啦、蛇形線啦，或者自由畫線嘅。咁弧線同蛇形線都有弧度控制點，可以俾你調校弧度嘅。而自由畫線就可以喺屏幕上面隨心所欲咁畫你想要嘅線條嘅。至於矩形、圓形同三角形工具，就可以俾你喺畫布上面畫啲基本嘅幾何形狀。當中亦都可以揀係線框定係實心嘅，而文字工具咧就可以俾你喺畫布上面打啲解說嘅文字啦，都係歐織圖上面不可或缺嘅元素嚟嘅。如果你平時有用開 Office 軟件或者其他繪圖軟件呢，上一步、下一步 Copy and Paste 呢幾個功能你一定唔會陌生嘅。咁我哋着重講一講後面2個功能，一個係旋轉，一個係鎖定。旋轉工具同每個符號上面嘅旋轉控制點功能係大同小異嘅，都係用嚟旋轉符號或者幾何圖形嘅。咁如果有時你需要好精準旋轉，某個角度你用控制點係做唔到嘅，你就需要用到旋轉工具，打返你想要嘅角度，例如45度咁啦，佢就會精準咁旋轉45度。至於鎖定工具咧，就係當我哋已經畫起咗一部分，唔想去畫其他部分嘅時候，唔覺意喐到佢，咁你就可以用鎖定工具將某部分鎖定。鎖定咗之後呢，本身係藍色嘅控制框會變成紅色，無論你點喐都喐唔到嘅。之後你想再改佢咧，就要將佢解鎖翻，咁就可以重新再修改佢啦。跟住嚟呢2個掣啦，一個係群組，另一個係解除群組。當我哋畫咗一組符號，而呢組符號咧係一個組合嚟嘅，無論移動又好 ，copy and paste 又好，佢哋都係要一齊嘅。咁呢個時候就可以用呢個群組功能啦。群組咗之後，無論你點移動咧，佢哋都係一齊移動嘅。咁如果你之後要再單獨咁修改當中某個符號咧，有2個做法，一個就係解除群組。
另一個就係用翻最開頭嘅選取工具，但係今次係用白色箭嘴。白色箭嘴可以無視所有嘅群組，直接選取群組入面嘅單個符號，分別就係用白色箭嘴修改之後啦，佢依然係一個群組嚟嘅。跟住落嚟就係我哋嘅核心功能——自動排列工具，當中係包括網格排列啦、圓形排列啦、弧形排列啦、螺旋形排列啦、正方形排列同埋三角形排列嘅。咁先講一講網格排列啦。舉例，我哋要畫10行短針，每行10個，我哋就可以係縱向同橫向都輸入10啦，然後校翻間佢，咁就好輕易快捷咁畫到一個10乘10嘅短針出嚟啦。又例如啦，我哋要畫一行10個鎖針，亦都係用呢個網格排列工具，縱向校翻1，橫向打10，然後校翻間佢，咁就好快咁畫到一行鎖針出嚟。要注意嘅係啦，我哋用自動排列工具整出嚟嘅組合啦，佢本身已經自動 group 咗做一個群組嘅。如果你想修改其中某啲部分啦，就要好似頭先所講，將佢解除群組，或者用白色箭嘴嘅選取工具啦。圓形排列工具，顧名思義就係啦，可以將你想要嘅符號氹氹圈排列出嚟。例如我要畫一圈12個鎖針，就可以喺數量度打12，然後校翻個半徑大小，咁就畫到個圓形鎖針出嚟啦。至於弧形排列呢，例如我哋要畫 Granny Square 嗰啲轉角位，就可以用呢個弧形排列工具，都係啦，校翻數量同半徑大小就搞掂啦。正方形排列同三角形排列都係大同小異嘅，校翻每邊需要嘅數量同邊長就 OK 啦。另外又要注意，轉角位嗰個符號係兩條邊共用嘅，如果你唔係要共用咧，可以再校縮排，就係咁啦。跟住落嚟介紹對齊工具、平均工具同埋鏡像工具。有時我哋需要好快咁畫幾個符號，例如5個短針啦，下下用網格排列又好似好煩，但係手動逐個擺又唔整齊喎，咁你就可以用對齊工具啦。對齊咗之後，你又會發現啲間距唔平均喎，咁你就可以用埋平均工具啦。至於鏡像工具咧，就係用嚟將你畫咗嘅嘢水平反轉或者垂直反轉嘅。例如畫一啲對稱嘅嘢啦，你畫咗一邊之後啦，複製一份，再用鏡像嚟反轉，就可以自動做埋另一邊，唔使重新再畫嘅。有時畫勾織圖嘅時候啦，會為咗成幅圖嘅美觀去改變一下符號嘅形狀嘅，就需要用到呢個符號變形工具啦。呢個符號變形工具啦，冇選取符號嘅時候係撳唔到嘅，你需要選取咗某個符號，而呢個符號又有變形模式嘅時候，呢個掣先至會撳到。撳咗之後咧，原本藍色嘅控制點就會變咗做紅色，呢個時候就係變形模式啦。你可以拖動呢啲控制點去做你想做嘅變形效果嘅。做完變形效果之後咧，喺空白位置撳一撳就可以退出變形模式啦。我哋介紹埋最後一個工具，亦都係比較常用嘅工具，就係背景參考線。打開背景參考線嘅設定欄，你會見到背景參考線分為圓形、方形、三角形、橢圓形同埋螺旋形嘅。剔咗顯示背景參考線，畫布上面就會顯示咗一啲輔助線條，你可以跟住呢啲參考線去畫你嘅圖，成幅圖就會更加工整啦。你亦都可以喺設定欄入面打開埋磁力對齊功能。打開咗之後咧，你喺畫布上面拖動符號嘅時候咧，會有黏住嘅感覺，等你可以更加整齊咁去放置符號。打開磁力對齊咧，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。當一個符號黏住咗參考線嘅時候咧，你再去用自動排列工具咧，佢就會自動沿住你黏住咗嘅參考線去做自動排列嘅，就唔再需要手動去校半徑大小啦。喺設定欄入面咧，有一個設定叫做比例嘅，向左拖咧就係將個參考線水平壓扁，而向右拖咧就係垂直壓扁嘅。舉個例，我哋要畫一個橢圓形手袋底啦，
形狀你就可以揀橢圓形，然後比例向左拖，咁出嚟就會係一個類似橢圓形手袋底嘅一個參考線啦。然後你都可以好似頭先所講啦，打開磁力對齊，然後就可以喺參考線上面自動排列符號啦。至於保存方面呢，大家打開右上角嘅選單就會見到保存嘅選項，大家可以選擇下載存檔或者雲端保存，兩個選項都係免費嘅，但係雲端保存你要登入咗先撳到嘅，而登記做用戶都係免費嘅。保存咗之後可以喺用戶資料入面管理自己嘅雲端存檔。操作方法同每個工具都大致介紹完啦。以上所介紹嘅所有功能都係免費開放俾大家使用嘅。我哋純粹係為咗推廣歐職，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 啫。用戶等級方面我哋分為愛好者方案、設計師方案同埋工作室方案。所有登記咗嘅用戶都會自動成為愛好者方案。愛好者方案所有功能都係無限制使用嘅。而為咗回饋翻俾我哋 J.I. Handcraft 職家手作嘅 VIP 會員呢，所有職家手作嘅 VIP 會員都可以聯絡我哋會幫你升級為設計師方案。設計師方案會有更多嘅預載歐職針法符號啦，單個存檔無上限符號數量，同埋雲端存檔無上限嘅數量。如果你仲未係我哋 J.I. Handcraft 職家手作嘅 VIP 會員啦，你可以去我哋職家手作嘅官網 jihandcraft.com 登記為普通會員，然後累積購物滿港幣1000蚊就可以成為 VIP 會員啦。愛好者方案、設計師方案都唔可以用嚟做商業用途嘅。如果你需要用嚟做商業用途咧，你可以 join 我哋嘅工作室方案。工作室方案分為個人導師版同埋商業版。個人導師版係一個邀請方案嚟嘅，我哋會免費提供俾喺香港有私人編織教室嘅編織導師。我哋只接受有工商地址加上有定期發佈社交媒體嘅編織導師。如果你符合資格，你可以聯絡我哋幫你升級。而商業版你可以聯絡我哋訂閱。所有詳情已經寫咗喺 J.I. Stitch 嘅網站入面。如果大家喺使用 J.I. Stitch 上遇到錯誤，歡迎聯絡我哋修正。最後再一次多謝大家使用 J.I. Stitch 歐織圖編輯工具，拜拜。